警察先来看台中雾峰分局的警察队一个细老的小队长，涉嫌甲毒贩斗空，泄露警方办案的行动，掌控抓起来了。在去年的7月，雾峰分局抓到一个大麻毒品案，在办案的时，所发现讲嫌犯亲像早就知影警方会有动作，怀疑内部有报备啊。最后嘛查到讲是警察队细老的小队长涉案。台中地检署曾发动搜查，小队长被羁押禁见。台中市警察局表示讲，小队长先停职，等待判决的结果。伫苏锡员的办公室内底架起啊！台中市雾峰分局去年7月侦办网络卖大麻毒品的案件，向警员溯源追踪搜证的时阵，发现嫌犯疑似预先知影警方的行动，怀疑内部有人涉密。经过调查，发现侦查队刘姓小队长涉有动嫌。台中地检署12号针对伊的徛家、车辆、办公室进行搜索，查考相关的证物。因为我们在搜索当中当然就是会发现跟我们的要预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地检署带我们相关的单位所以来我们各单针对这个刘姓的住处还有车子，还有他的服务的地方来搜索。雾峰分局表示，刘姓警员任职20多年，台中地检署指挥内政部警政署政风室、台中市警察局督察室甲政风室，也有雾峰分局共同侦办。搜索当时，大部分的当人并无知情。台中地检署检察官复信已经向台中地方法院以涉密等罪嫌申请羁押核准。那本分局秉持壮士断腕、严查就办的精神，依法予以停职。那并是后续的侦审结果，改调制服，并调整服务地区。台中警方爆发重大警纪案件，雾峰分局目前已经依法将刘姓警员停职，而且看后续侦查判决的结果，改调制服，也有调整服务地区，也会追究相关人员考检的责任。记者台中报道。